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提提你，嚟到香港人生路不熟，應該點樣規劃行車路線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ion 陳心妍。香港路面普遍較窄，而且單程路同埋複雜嘅交匯處咧非常之多。出發前最好咧就做好路線規劃，可以避免行錯路，節省唔少嘅時間同埋精力。大家熟悉嘅高德地圖喺香港同樣適用㗎，佢嘅操作界面同埋語音提示大家咧都好習慣啦。尤其喺複雜嘅路口，行車線提示相當清晰，係個穩妥嘅選擇。另外，我哋亦都推薦香港運輸署嘅官方 APP 出行易，佢除咗路線規劃之外，更加能夠提供最即時嘅交通消息、公共交通資訊，甚至可以查詢停車場嘅實時空位，非常實用㗎。總之，出發前用 APP 規劃好，駕駛時自然會更有信心。一齊嚟注意道路安全，關注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，了解更多道路準則啊！